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《福气乐业》。我哋一般講到睇人物嘅時間啦，係講神分 TV， 也係講高級別嘅人物，就會講睇人物。做睇人物嘅條件又係乜嘅感覺呢？我哋睇慢慢有一間睇人物傳堂，而家料理也係講其他傳堂地方嘅牛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呢？還甚至於講客委會認證為講，客家特色嘅傳堂哦。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一間傳堂嘅條件，好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特別嘅地方吧。今日我哋都嚟分享慢慢嘅林宗飛宗飛哥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林宗飛，係對屏東萬巒來。分享宗飛哥嚟到我哋節目地位哦。我哋宗飛哥除了係開傳堂之外，之前嘅工作經驗同經歷也一定嘅豐富。可以請宗飛哥同大家紹介一個你自己以前嘅一些經歷吧。我該感謝上天送我幾道禮物，我係幾好嘅阿公阿婆、阿爸阿妹、哥哥、老妹。我太太，生意咧，我身體健康，也翻譯一方面，認真代表客家精神，上天都有送我，所以我40歲嘅時間我都唔會受失足嘅，但是我做乜個做，因為上天做乜個送我按道禮物，做乜個唔送本命的嘢，後來我諗記得原來。上天送我也得愛好嘅禮物呢，都因為亦本來任務，本來責任，想要提下時間來教教我做些把事情。所以講有本按好嘅機會，你自家也千三萬代表，係希望講宗飛哥加油一個機會，可以來回饋我哋社會也好，回饋一個時間啦，吼。宗飛哥，自家做嘅按多嘅事情啦，吼，做乜嘅會想到講？睇慢慢一片再嚟開一間傳堂咧。講到傳堂係一個奇妙嘅機緣。係乜嘅緣分啊？最先我本身係開工廠，冇想到係開嘅傳堂。因為我每日本來想講，本來去英國讀書，後來伊講。伊想要做食的料理，做嘅呢飲料，所以我都簡單地答嘅兩件物，我也所有嘅前線攏準備好嘅，結果我唔會講會教嘅，教就教錢人，教台北。加台北去一年嘅南部加台北，真是夠遠。我本身工廠都本身喺經營嘅38年所以加起我想，咁我係既然對命理有18研究，咁我都去個重要嘅素材去改做傳堂，因為我喺80命中。火嘅鬼王，火嘅鬼王都開傳堂啊！都好嘛好，有個亞視爐火。火嘅鬼強，所以我都做傳堂。台灣人有親戚朋友，也有幾好嘅朋友咧，老愛講，既然台灣人靠山做山，可以做海山，我哋灣人做客家料理，所以因為人嘅語言。我都調下來，對人開始。宗飛哥，頭先我哋有講到睇人物啦，係講有個特別嘅身份地位，也係講特別嘅人物，我哋講睇人物吧。而家嘅傳堂，按家嘅名嘅一定有其特別嘅用意哦。好，我本來老人講，我38歲時節啦，本身就有兼幾家顧問公司嘅顧問，經營嘅顧問，除了我自己本身嘅工作事業以外，還有兼幾家嘅經營嘅顧問。其中有一家，我老爺去歐洲，去接聽的。都比到國外去啊！有一擺我去咗英國嘅白金漢宮。也對面有海德堡公園，我飯店都睇繼續，睇佢附近嘅飯店繼續。由於你的早晨的是9點嘅時間，我又發現一件事情，
嘅伊哋嘅服務生啊，饭店嘅服務生啊，對有嘅舞人咧，對有嘅王狀元，對有嘅拍狀元，而家服務唔強樣。啊，我當時我就想，我哋服務程度強樣，做乜嘅服務唔強樣？啊，當下我都有啲想法，假使講有一日嘅我係飯店嘅經營嘅頭家，又係傳統嘅負責人，銀行嘅都太熱喎。啊，不管伊係裝備，又係小朋友，又係嘢舞人咧、拍人咧、黃皮膚嘅，來到我店行，迎客就係太熱喎。啊，迎客最睇，太熱潮，所有嘅迎客就係我太熱喎。用我哋規格來做太熱。你係講睇到講嘅一個感想、一個感觸啦，你本人講，這都可以講係伊個精神。嗰時候喺不開傳堂嘅時候，你用一個精神來按一個名嘅，太人物，不管太人細緻，又係講對內來嘅年紀啦、身份，全部啟動人點方，就係人客，人客就係太人物最大嘅。用太人物嘅規格來做太人。原來啊呢，人都想講，奇怪，有個點嘅名嘅按巴西哦，喺講人哋做嘅料理啊，喺太人物真可以去，又係講有乜嘅用意，原來係許多嘅人咧都係太人物。聽講啊，除了有個名嘅個貼片，人哋嘅 logo 有冇點方嘅招牌嗰度，有貼片十幾個？有。係有乜嘅原因嘛？可以請總會個分享一下冇？因為我嘅 logo 有幾個特色，佢哋有客家嘅藍衫，你唔做嘅有個藍衫嘅精神，還有一盒，還有咱哋客家嘅土磚屋嘅屋梁，都火鳳當我嘅屋梁，嗰啲我哋客家嘅屋嘅屋梁，我本身做乜個用有嘅做 logo，有嘅嘅一盒，喺我度卡設計做嘅，我記得100年前，嘅北部係用嘅呢油桐花，南部呢用一盒，100年前，南部有啲陳松啊。高山陳松啊，而創一首一盒，個有名哦，個有名，一盒啊，有一特色，也就係咱南部嘅客家風，伊哋咱打造好，放喺立馬大嘅，楊金芒嘅，長袖長褲，都開始上網大表去做。石頭，佢研究也好，盧卡也好，千十萬在做。冇到呢啲時間，回到盧卡，要重建也含用嘅，按用件寫下來以後，皮膚拍拍，來服務，來就睇，來同自家親愛嘅家人，來傾下過佢哋嗰幸福嘅生活方式。所以我先入嘅一盒，就係意思講，對客家料理，對屏東出發，對南部出發，行向世界，客家傳統嘅儀式。所以講，自家嘅傳統裡邊，唔單止用自家嘅精神，甚至於講，還將我哋客家文化嘅精神也包含在裡邊，有野盒啊，有頭擺老火鳳啊，甚至於講，還有我哋嘅藍衫，錯冇？哇，你仲會個談風咯，自家平時都對我哋嘅客家文化，佢關注，佢有研究咯，係咪？我本身歌謠班。我要參加歌謠班，6隊歌謠舞蹈協會，參加係揾20年。我本身係6隊文教基金會，先鋒隊嘅董事。
哦，哎呦，因为董事长好嘛，董事，哦，董事啊，哈，董事，嗰种这个对客家文化有一定的关注，有一定的有一个经验，嗰所以行为请为从客家歌路参加歌谣班研究的，谈讲行为这个写歌的嘛，呢，给歌谣班底部这个爱写嘛，行喺讲，也係一個奇妙事情幾年前，嘅寫歌曲嘅客家歌曲嘅李金樹先生作詞作曲，嗰個李文剛，李文谷、李文剛，嗰個陳松，有時間微信嚟點我說法，好點點咧，個李金樹先生上帝造家咧，我當時都係想，一下嘅，我哋咧客家歌曲，我所認識咧環境附近，寫客家歌嘅嗰種一下嘅冇嘅，所以我都吃不了呢，而且我都開始學寫嘅客家歌嘅，都開始創作嘅。第一首歌嘅作詞作曲，第一首歌嘅發係我生日，第二首呢2禮拜，第三首10月，第四首開始嘅時間，1禮拜可以寫一首，像我更加講說要寫，1禮拜可以一首作詞作曲。等你厲害呢，已經過數佢吼。冇小心嘅啦。冇安尼講，係人自家有一個心，然後有一個能力，當可以有一個安熟路嘛。觀眾朋友，聽嘅總飛歌佢分享佢這個經歷同傳統嘅精神，真是得本來講一個傳統冇簡單哦。不過佢一個冇簡單，除了一個精神啊同名嘅之外，內容上有乜嘅個特別嘅地方呢？休息一下，繼續嚟同大家分享首歌哦。講到一個慢慢的太年舞傳統，佢一個服務真是本人客感覺大家都係認識之後就係太年舞嘛，又係講佢一個料理試下之後，都本大家感覺一個係太年舞式的料理呢，繼續嚟請教總飛哥吧。總飛哥，頭頭有講到啊，本大家一個觀念對傳統嘅精神都希望講呢片人客面咧，攏係太年舞嘛，係用辦去服務大家，本大家感覺到認識嘅傳統啊，就係每個人都係太年舞的。首先人客來到我點行，來到傳統食飯，我哋本身就有客家嘅服裝，比如看過也就係我哋客家嘅傳統，我有編客家嘅歌曲。呢啲都有音樂啊？音樂，我哋客家嘅歌曲，有啲係客語片提供嘅，有啲係我本身自家做嘅 CD。我自家有錄音，我自家創作嘅歌曲。前面講到你自家寫嘅歌曲。歌曲，所謂嘅點菜嘅時，然後有的有個即興啊，有的有個獨技啊，所以人哋做傳統嘅服務員，首先我有一位茶公開小茶樓公開，愛送上來，按過呢。有啲人學過即興嘅時，伊無法度得等，所以我就做有嘅小菜，有啲人一般傳統都用乜嘅偷管啊，用乜嘅體位啊乜嘅咧，我想有嘅小菜呢，我冇強養，所以我都自家去研發有嘅鴉片泡菜，用泡菜啊，係泡菜。後來發現講，搶一方唔拉白，唔拉白，係有啲人客也嚟口味過強，鮮過過，所以我要做小黃瓜，翠玉，我要做黃梨椒，我要做海鴨子，我哋做一個菜嘅時間，我哋廚房要俾時間，要俾時間去煮去料理。
所以也喺等咧一段時間，我哋提傳統嘅前面嘅人，就我都做一個豐富嘅小菜，嚟免費請俺人下，先享受。你做大家大家你下來嘅時間先享受一下人哋客家嘅氛圍啦，吼，有個音樂看得到客家嘅元素，再來講來試一下人哋嘅小菜，真係點心像點心咁樣啦，先本大家講坐下來享受一下，冇急喎，人哋傳統嘅菜馬上都放來，一段時間本大家都一個沉澱啊，都可以，只是菜送來嘅時間，大家都可以好好來享受。食一下都有一啲主角，3分鐘都出來。有小菜，按個主角，食一下3分鐘以後，其他菜溜少少都出來。真是有本大家感覺到，哎呦，人哋唔出得，如果睇人會感覺一坐下來，然後一坐下來，人家都來服務的，還本講，哎，先靜下來，人哋好好嚟等一個好菜上桌啦，好菜上桌。你頭頭有講到主角嘛，你有多好睇主角嘅，你哋主角係咩呀？有自家嘅特色啊，還聽講啊，你哋傳統嘅主角還有得名歌呢。我哋主角嘅，一共有7家，人講嘅戰國七雄啊。你假使講，咱哋做乜嘅嚟供養，咱哋出社會工作，學校畢業出社會工作，咱哋都提供兩項嘛，一啲都人家產品嘛，另外一啲都人家嘅服務嘛，服務都講人家技術，人家服務嘛，我冇需要去同人爭地業，但是咱哋嘅產品也是服務，我想辦法做到有特色，有一啲唯一性，搶係有，搶係主角，人家傳統用人哋貴婦式嘅中藥去滷嘅我哋主角，但是人哋做得好好，我又做供養嘅，也冇特色，又做得好好，都比做嘅都好呀，因為大家都係鄉親啊。我都所以我都想講，我都要做鳳曲，我要用鳳曲來做料理。你準備講鳳曲同人哋一般講嘅北部人講嘅酒糟係同樣嘅東西嗎？鳳曲有啲保留喺度拍曲，也係人哋傳統做酒嘅原料。鳳曲呢，米細細啊，28度，28日。例如我本身我發酵，拍曲都米細，整好來，28日28度，咱經過蒸餾，出來嘅酒，也可以做紅糟，肉類，我哋因為鳳曲本身傳統來講，以前係我哋那個。早期富強勢嘅咧，有雙口，有用嘢鳳曲去做料理，對佢雙口好容易敷衍，好容易恢復，因為鳳曲本身對有嘅心臟，對有嘅皮膚，攏有幾好嘅幫助，但是我哋食品做唔得做治療嘅效果。做唔得講療效，但是人對有嘅人哋嘅食材元素地位，有嘅特色，人可以做一啲介紹。當時就係想講一個食材按好又按有營養啦，也係人哋傳統地用嘅食材，嗰種都即係相當講人哋可以利用一個去同人家做無窮樣嘅料理。做無窮樣嘅，後來係咩冇相當講。反應該好，2010年全國主角比賽，冇小心拿到全國嘅創意組第1名，又得到總統嘅頒獎。哇，真是夠有創意呢！冇印象到前面講咧，人家用中藥嘅，也係大家個素食嘅種料理嘅方式之一嘛。唔過用一個鳳曲酒糟嚟做一個主角，真是夠受人上到嘅創意。
你这个总比讲你这个本身有一个料理的经验，也有学过嘛？我当时总会有用一个创意呢。我本身是工业工厂，我是 MBA。哦。有一啲理论叫做子牛理论。乜喊到子牛理论？子牛理论，你讲，那你睇见你太粗人咧，吼，太嘅沙漠，太嘅粗人，有几群嘅牛嘅也算养嘅啲高嘅时间，一太群嘅高嘅时间，清晨了一扎，一来，吼，那啲土嘅知识，那啲标在起嘅时间，其实牛嘅聽到也牛群安尼喺行嘅时间。他感人所看到的焦点，就會睇下嘅牛嘅情況。哦，因為佢貴啲配。所以人哋愛做一啲服務，或者做一啲產品，一天要想辦法，冇時候去同人去掌握個體驗。但是人哋嘅產品同服務，我想辦法去做到唯一嘅特色。哦，做到唯一嘅特色。人哋咧服務，人哋那麼本得到人客嘅肯定嘛。嗰時候如果講同自家頭擺嘅工作經驗也有關係，你都有個經驗同自家嘅創意吼改變人自家嘅料理，變做係人點樣嘅特色，做麼？錯。除了主角啊，係人點樣嘅特別嘅料理、特色料理之外呢，還有哪條菜係人客告訴分享嘅呀？鹹蛋柳松菇。鹹蛋柳松菇，有八寶鴨，有個芋泥香酥鴨，阿伯都錯嘅加嘅芋泥嘅，有嘅，整，用客家紅葱頭，用切得咧，唔係用高級機去打嘅，係切，帶木薑、不辣，用豬油。細步慢慢去一個咱嘅紅葱頭，嘅上面讓我做出來。哦，頭都講嘅芋泥嘅，有嘅冇太結，細粒嘅，皮骨冇小，帶薯頭我咬，小小嘅去整，切得差唔多同雞肉一樣，去整，整嚟去變芋泥，要紅葱頭，要攞咱嘅客家元素。阿伯喺講數量做過多時，規則阿伯，嗱先簡單，通過以後，我去整係啲皮薄係啲肉啊，整得爛爛，攞嘅睇嘅芋泥地塊，個有紅葱頭，所以也係啲愛過小心，愛過天天嚟去功夫，去做嘅客家菜。糖烘嚟都係功夫菜咧，你看有個削芋誒，有個做芋泥，有個葱頭調味料，佢就還可以先炸過，切得不會油安尼炸過，真是過功夫咧。也紅菜可以做一嚿啊。也前後而家呢有安尼前期作業，平常我都差唔多準備1禮拜量。哇！所以如果前1禮拜，有嘅就要整理啊，葱頭要裝啊。過個阿伯沙火要整啊，整變用完全變做肉奶，同個有嘅落鄉下再紅葱頭，所以有也客家香味，紅葱頭香味。你像個柳松菇，也係嚟客家嘅嘅元素。也睇台中嘅董事，新沙，又係客家嘅產銷班，生產嘅。每禮拜一，我會去聽布條7分熟嘅，送到屏東。每禮拜2早晨，我去屏東大橋，去佢接貨。哦，一天安尼最新鮮的食材，每禮拜我去食，幾輪去，我好好啊去標去做台，做唔到也跳幾條，我好啊款待伊，伊也安尼，也特色，咱可以展現出來。
那过来之後，行要好好照顧先去前置作業，俾你處理好些了，這樣可以做真實的料理。錯。哦，哇，觀眾朋友，冇想到啊，中非國記的那傳統的料理，真是功夫出嚟，每行啊都有佢特別的工廠啊嘅步驟哦。不過除了安尼之外，還有那條特別的料理，我哋另一位他休息一下，繼續來同大家紹介哦。前面同中非國分享今年傳統的料理啊，哇，後人水都會流出來。不過同行來親像攏係創意的料理呢。不過我哋傳統的客家料理實在多冇呢。中非國，我哋睇人嘅店方調到手機，我感覺係自家創意的料理嘛。我哋客家傳統的料理，四文四炒一道，實在多嗎？四文四炒像個薑絲炒太長。四文四炒。也喺我店方食得多啊！也係一個招牌嘅料理咯。像個客家太鳳肉，客家太鳳肉都，我哋晚些時節，咱哋啲鄉下有乜嘅慶典，有乜嘅太熱嘅、好熱嘅，結婚一道做生意，用太木條嚟做嘅嘅太鳳肉。太鳳肉，一般咧咱哋東坡肉啊。4塊嘅東坡肉，呢個簡單，2點半鐘都做好嘅。用時嚟做都冇乜嘅困難。像有嘅太鳳肉，又要做筍乾，一個夾，一個太鳳肉用甘蔗，用冰糖。燜2日。2日，我覺得唔比你喺度講2點鐘。2日咯。2日。哇！而個用有嘅。煮嘅也上鋪，也蛋黃也快，一片4塊，2片一隻煮嘅到8塊。13公分也14公分。一碗做40塊，2日咯。唔免講凊彩2點鐘都好啊。跟人哋講嘅東坡肉啊，佢2點鐘佢冇乜困難。呀，像安尼其實更加淺嘅為。傳嘅人冇多嘅，係啊！唔看唔能做伊咧講太鳳，有個鳳肉都會2日，一般嘅人咧要按3萬講等於2日安尼過咧咯。錯。所以啊，既然作為食品，按有傳統客家美食嚟講，按也會唔切合到花精神去做。像我菜本身啲杯，我喺工業工廠嗰個大爺按 MBA。我嘅菜，我嘅生產嘅過程，還有生產流程圖。我做嘅，我講嘅 SOP 安尼啊。生產流程圖。直接材料，直接嘅人工，間接嘅材料，間接人工。而喺生產嘅過程，要分一啲階段、2個階段、3個階段。每啲階段底部有也係充電電嚟。所以每行去注意嘅時，對原料開始。你行係做面下時，你冇小心都不得獎。真是要吃到按傳統、按正版的面食如果唔是按費功夫，這就係年點行啊咯。係啊，不過頭到按你談，中非國對頭到面分享到更加。我有一啲感想咧，都講中非國唔能自家對一個傳統嘅環境也好，材料也好，甚至講唔能嘅設備也好，有一定嘅度堅持呢有，像係材料嚟講，材料嚟講，我一定要用GMP 太廠牌，有認證過嘅。我哋屏東嘅個有名嘅客家太多萬家香條油。太廠牌。係，而家水果汁，當然嘛，開發嗰度新嘅嘛。係，我本身，
按过也像个油，我用泰式的，米我是用池上米。哦，我们东坡后米。嘿，我茶都有几个来源，一本消费者吃的些，也按不得吃的些，可以所以落高的，我讲贵安不会所以唔落嘅。係，真是人哋講食到嘅唔好嘅茶，咁貴安不所以唔落高，嘅唔係年紀嘅問題哦，嘅係茶好唔好嘅問題。錯，我有這位那是，我這位鹿野，台東嘅鹿野，哦，我這位阿里山，哦，我去北埔嘅東方名人茶，我個北埔嘅深坑，一啲包種茶。我都請教幾個太師傅，釀茶用嚟做，可以本來食的，按不得所以落嘅。我上嘢不得，你只講啲紅茶嘅保養身體嘅路強下，所以我茶都一啲綜合茶。最主要一啲目的，消費者你客來到我嘅食的茶按不得所以落。像有啲烘菜，比如講嘅西雲西草地位。嘅薑絲炒太爽，按人哋一般嘅傳統嘅嗰度傳統嘅師傅啊，以前攏用緊嘅醋精，啲醋精啊嗬，表面是咧，好，社會上食到講，哦也好食又香，改善，但是伊也本身對人哋食落去身體健康啊，冇幫助，所以睇嚟點講。我切對金子用醋精，我用嚟去蘸香，我嘅薑絲炒太爽嘅，我本身我用嘅糯米糍，我用糯米糍水果糍，另外迄個唔老白蒜，嘅檸檬，香蕉，一打，所以你炒嘅時間，我有一個咧水果香，自然嘅香味出來，所以最起碼。東西好食，按過對人的身體有幫助。冇講，然後過後伊來到我點樣講，我用唔會對人健康有好嘅，我感到也係啲切冇入裝。真是切冇入裝。按多年下來，然後我一想，冇用偏的。真是迷人年下就唔走嗰個像個太年無強用，你看食材用好嘅，連個調味料也好，也可以用認真過嘅。哇，真是本大家收過，甚至於講，連個地杯裝潢也有注意到，傳統地杯嘅裝潢材料幾多啊？我本身有個元泰食品加工廠，我要求嘅標準係 HACCP。哦，這係乜嘅啊？佢 HACCP 係那種外銷世界嘅規格嘅標準。那你做食品，如果想辦法去進步，可以國際比賽啊。除了專業隊以外，又話去國際比賽。你做到按好嘅產品，你睇我有幾好嘅食品。像我喺工廠嚟講，我喺嗰啲餅，要求咯。貨售2點鐘冇問題嘅，我喺鐵板，係推過幾安尼滷嘅，唔好老話講唔會甩擦嘅啊，唔會別嘅，唔會有粉嘅啊。哇！睇安尼環境，料嘅桶水嘅水餃，用不鏽鋼嘅，水一浸咧，米做成身係啲水一浸咧，啲水慢慢可以流喺度嗆到。用空調，嗰時唔能用。嗱，睇下你環境，嚟選好嘅材料，嗱，你產品能有一啲保障。也係一啲最基本嘅食嘅嗰種嘅要求嘅精神。傳統地杯也係用一個方式，一個標準啊，吼。用安尼來處理。哇，真是幾用心呢！你連這個傳統人客食的那個回饋，應該每年都講幾好。有人客同人講，有哪條改進的部分冇？我會安尼一做去看，我同人客去互動，我會看，一種做，存乜個菜存幾多嘅，
我坐下来，我提胡同，咁樣在有乜嘅一個嘅地方喎？我係本身一看呢，我都記得也在炒到好啊，炒到冇。都要同師傅講一下點。也冇嘅有細槍冇，也火鐵辣冇，一看呢都啲嘅。冇條有細槍冇細槍，還看得出來啊？看呢都啲嘅。哇，你阿冇做咗咁厲害呢？人哋做伊啲行業都愛事先防範。所以也看事情都看到細好啲，你記得嗱你鹹有鹹冇鹹，個清楚。是什麼？可能是按過去吹起流個洞啊，我一早去提連互通嘅時候，哎呀吹有乜個一個錢咧喎？有啲講鐵鹹啦、鐵辣啦，乜嘅安尼。要時時會去注意人客嘅情形。唔單止按呢呢，這個講總比講唔能喺傳統匹配嘅地方，還有一個本來講佢有興趣嘅。如果唔能喺傳統嘅匹配下，還去看唔能名zan行嘅小嘅，咁啊嘅傳統地方嘅服務除了實質外，實係之後還可以來看相，又嘅服務係對內來嘅啊。有一般係讀到一個算命先生個奇妙，伊講寫幾嘢，名數拿出來看一下呢，我買嘢啦，係隨便。伊講唔咩？做數，伊講唔係白睇戲嘅運用嘅，看書都點解喺邊來睇戲個做乜嘅？也係啲本來啲個奇妙嘅開始，慢慢嚟思想嘅人慢慢去了解，了解看到思想問答嘅，看面相。這個係好些都。接乜還有白絲，有紫微斗數，接乜係陰宅陽宅，接乜係一掌乾坤，慢慢嚟，我哋，又可以結合起來。我以前係純粹係興趣，這個係好嘅。按行業都花費時間一種學習樣嘅，增加幾多新嘅朋友。哎呀，真是真是冇想到呢！哇，觀眾朋友，今日啊，聽嘅林宗偉大哥佢嘅分享，真是本來感覺過啊，原來咧傳統真是一件貴有型又貴有特色嘅傳統哦。假使講大家有閒來去慢慢聊聊嘅時節啦，可以去今日傳統操練一下，享受一下我哋客家嘅傳統料理同今日傳統嘅特色咯。再一次感謝我哋宗偉哥帶來安好食嘅料理同精彩故事哦，多謝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有閒來閩南太年活傳統嘅閩南做腳嘅，感謝。好哦，享受好嘅料理之前啦，更加輕鬆聽聽我哋欣賞來運動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